個剛需就唔可以買大屋咧？喺江橋路呢一個小區園林環境，單價只需要7字頭就可以3代同堂，冇壓力，一齊上去睇下。144方做5房，空間亦都唔會壓抑。首先係入門口玄關呢個位置已經足夠闊啦，做好咗到頂嘅鞋櫃。而客廳同飯廳咧，亦都係做到一個南北對流雙人台嘅格局。睇下呢一個接近4米半嘅大客廳，係夠晒你3代同堂小朋友度玩都夠嘅。出到陽台嘅話，直望呢一個別墅景啦，前邊冇遮擋，可以俯瞰整個園林。雖然冇電視嘅襯托，你睇唔到呢埲牆有幾大啊，但係其實整體睇細節咧，睇得出原先嘅裝修亦都係好用心嘅。整個客廳都係用咗呢一啲藝術嘅牆布啦，亦都做好咗櫃。飯廳嘅空間咧，亦都係做咗一個到頂嘅酒櫃嘅。你睇下呢個顏色嘅搭配，對比依家嚟講嘅話，亦都係非常之時尚嘅。144方嚟講咧，整個空間都係唔壓抑嘅，包括廚房睇到雙門冰箱嘅位置啦。一個 U 型嘅廚房，洗切煮都冇問題。呢度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可以望到小區個湖景。咁喺呢一度晾衫嘅話，亦都唔會影響到客廳嘅空間使用。呢個戶型實用之處咧，就144方做5房，5個房間都唔會細。你睇下呢個兒童房，包括長輩房，都係足夠可以放米5床，做埋衣櫃。3個房間朝南，其實佢個動靜佈局真係分佈得好好。你睇2個兒童房咧嘅空間位置都係非常之夠嘅。主人房嘅空間咧，亦都相對係比較大嘅，而且亦都做好晒所有嘅定制衣櫃啦。呢度放住米8床，甚至乎2米都冇問題。咁呢一邊亦都做咗梳妝台，呢一度亦都做咗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係足夠放你哋嘅靚衫嘅。整間屋睇落嚟咧，佢個戶型分佈真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你嘅休息區或者係辦公區啦。咁如果屋企人口比較多嘅話，呢第5間房亦都可以利用。咁出邊嘅話，食飯同埋你睇電視嘅區域係獨立分開，而且你睇下呢一個光線。咁同比同一個小區嘅話咧，呢一度都係賣緊9000幾蚊嘅，但係呢一間屋只需要7字頭，搭配咁嘅戶型、咁嘅裝修就可以上車啦。江橋路點解咁受人歡迎咧？就係因為你買菜啊、逛商場啊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步行出去10分鐘就可以啦。咁而翻入嚟自己嘅小區嘅話，有呢一個咁嘅景觀嘅襯托，還有球場啦、泳池啦，呢一個價錢可以買到嘅話，呢一間屋點解唔係香餑餑咧？有興趣嘅記得快啲嚟揾我啦！關鍵思思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